淋巴是身体的重要防御机制，淋巴系统若是遭到破坏，也会危害到人体各项免疫功能。其中，淋巴癌会当分为好发性以及侵蚀性两种。在美国，该疾病好发伫咧45岁以上的成年人，也因为现在个人饮食习惯愈来愈西洋化，淋巴癌竟位居个人十大死因第9名，听起来真可怕。不过，医生提醒，只要不是侵蚀性的淋巴癌，经过观察治疗，有真高的治疗率。滤泡型淋巴癌它是属于和缓性淋巴癌，那叫和缓性就是代表它病程进展慢，对。如果叫那个高恶性度淋巴癌的话，那个就是代表说它已经变成侵袭性淋巴癌，那一种就是相对是高恶性度，它临床进程速度快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非核结晶式淋巴癌有进程快跟慢。那如果医生告诉你得到的是属于病程进展慢，那就是告诉你得到的淋巴癌是属于比较和缓性的淋巴癌。那和缓性淋巴癌当中呢，最常见的淋巴癌就是滤泡型淋巴癌。对，所以基本上病人如果假设无意间摸到他的淋巴结肿大，然后去就医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你说你只需要追踪，就请勿惊慌，因为基本上这个疾病呢，你早治疗跟晚治疗，基本上没有任何存活上面的差异。但医师另外指出，第4期滤泡性淋巴癌不是就代表癌末，病人犹原会当接受观察，也则是治疗后好势。不过，滤泡型淋巴癌需要是治疗时机，医生为病人做整体评估，决定拟定。当出现有高肿瘤复合、分割3，也则是转型型高侵蚀性淋巴癌时，就必须要积极安排医疗处置，进行相关的治疗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